伫日本有一位真出名的诗人甲画家，伊的日本名叫做Tomihiro Hoshino先生。因嘛真敖做诗，佮真敖来画图。有一摆因为车祸意外，伤到伊的颔仔骨真多，致使伊伫头壳下骹所有的机体拢无法度振动。伫病院的中间，护士咧照顾，真歹照顾。伊常常怨叹、埋怨、批评、不满。有一天真好天的时阵，这个护士想讲，遮尔好的天气，就让这个人用这个车甲撸到伫迄个石头路的所在，想讲要甲创治一下，互伊安尼真歹过。常常咧甲伊照顾，拢互伊糟蹋，所以即马要互伊甲撸伫迄个石头路跳咧，互伊愈来愈无爽快。总是伫迄个中间，伊忽然听见一个迄个铃声，伫遐咧叮当。伫迄个时阵，这位先生，伊忽然感受到这个细细的铃声。就会当发出这么水的诗歌，感动人。我的性命无搁再活伫怨叹的中间，伊就赶紧甲护士讲，请我来到伫病房的所在。伊就开始伫遐作诗，叫护士用笔来甲伊写，毋然呢，搁用彩色的笔放伫伊的喙的中间来画图。叫咱感受到这样代志，就是。咱的人生有时阵伫边摊的道路时，咱感受袂到上帝创造美丽，反倒等有真侪怨叹、埋怨、不满。总是伫咱的生命中，若拄着坎坷的时阵，咱就会伫遐体会生命的美丽甲灿烂。相信伫所有的诗歌，拢是一个生命的经历甲见证。诗歌的背后，也咧讲起一个感动人的故事。亲像伫基督教信仰的中间，会当写出真多的圣乐。伫这个圣乐，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受苦，来感动人，来写出几啊百年，犹个永远互人纪念的诗歌。今日是总会所定着的圣乐主日。咱阁一摆邀请道生圣乐学院陈牧师甲所有因的老师甲学生来到咱的中间，带领咱同齐来敬拜阿罗上帝。今咱所读的圣经的中间，保罗用一段话来讲起受上帝拣选的百姓，就常常用慈爱、吞忍、赦免。互相来相款待，毋然安尼，都用圣诗、用诗歌、用灵歌来学罗上帝。我相信保罗知影，学罗的诗歌是一种互人心灵的合一。只有伫诗歌内底，互每一个人的心会当合一。那呢，互咱活伫这种冲突、伤害、紧张的环境的中间，互咱会当做伙来学罗上帝。会当打破人甲人的中间的距离，会当互咱伫上帝内面得到信心、鼓励，得到安慰。所以诗歌会当安慰人的心。像是伫诗歌的中间，互咱会当感受到无共款的阶层、无共款的年龄、无共款的语言文化，总是会当一首诗歌，互咱的心就结连做一伙。我相信咱拢有国外去国外的经验，到伫国外中间，检查迄个语言咱袂通，但是唱诗歌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咱的心就革命做伙，伫遐来学罗上帝。所以保罗提到，特别伫今咱所读的圣经的中间，有讲到三项，第一项就是诗篇、圣诗、灵歌，无共款的诗歌的形态，伫遐学罗上帝。头一种诗篇，诗篇就是圣经中间的诗篇，
就是早前教会用圣经中的诗篇做歌词，伫遐敬拜，伫遐祈祷。就亲像咱圣诗第6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就是用诗篇第23篇做歌词来成做一首的诗歌。所以伫遐咱若每一摆唱的时阵，就感受到耶和华上帝亲像咱的牧者来引带咱行头前的路站。第一项就是圣诗，圣诗是一种诗人的创作，基督徒生命中信仰的经历，体验上帝的作为。亲像圣诗347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见，这个诗人一摆，伊拄到伊的太太甲囝儿伫风影的中间过身去，总是伊伫遐体会上帝的平安，甲伊送到地底。这个就是咱每一摆伫告别式的时，咱所吟的诗歌，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的好见。第三项就是灵歌，灵歌就是受圣神的感动，已经无受到迄个曲的限制，对你的心灵的中间来唱出俄罗的声音，常常咱就放伫聚会，也是见证的聚会内底来使用。所以伫保罗的时阵，已经有这种就是圣诗、诗篇以及灵歌伫遐俄罗上帝。我相信今仔日咱伫教会中间，咱会当用圣诗、用俄罗敬拜、用民族的音乐。咱做伙伫遐来敬拜上帝。上帝是丰富的，是多元的，用无同款的方式，咱来敬拜上帝。台湾人的敬拜，咱比较较避暑；非洲的人的敬拜就比较较活泼，伫迄个所在来学到上帝。无论用什么款的诗歌，我相信伫迄个歌词内底，拢有真正真深信仰的经历伫迄个内面。所以每一摆咱做礼拜的时阵，有可能圣乐队因吟的诗歌，比牧师的讲道更较会当感动你的心。因为伫迄个诗歌的背后，就是一种的信仰的体验，就是一种经验上帝作为的感动。所以有人问讲，牧师，我做礼拜的时阵，听到诗歌拢会流目屎。我讲，这就是圣神咧做工，通过迄个诗歌、迄个旋律、迄个歌词来感动咱的心。因为上帝知影你即马伫什么款的情景的中间，通过这个感动，互咱伫遐感受到伫上帝教会内底，咱互相相听、关心、相赦免、相帮赞，就会当伫基督的内底，互咱成做一体。毋然呢，佫会当用咱的喙来吟诗，用咱的心也一个 harmony 伫遐做伙来归荣光互上帝。雅各书第3章第9节到12节，安尼写讲：你用喙子来学了主咱的天父，佮用你的喙子来救做上帝形象所做的人。学了甲救做拢对一个喙出来。我的兄弟啊，这是无应该。泉源太讨会当出甜的水，佮苦的水。雅各书的作者伫遮讲，当咱要学到上帝的时阵，咱毋通搁一个喙来骂别人，伫后壁讲别人的歹话。当咱用咱的喙学到上帝的时阵，毋问咱的心灵也共款伫遐咧学到上帝。若无，就会变做喙唱心袂好。敢若咱的喙咧唱尔，可是咱的心肝有真侪恶毒、怨叹、批评不满。亲爱的姊妹，当咱来到主的教会，要做伙来吟诗学到上帝的时阵，求主来赦免、怜悯咱，互咱真正会当用咱的心灵、用咱的喙来学到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基督徒需要有内在品格的操练。当一个圣乐队，也是一个吟诗学到上帝的人，咱内在生命的品格爱受操练。
若无是咱的嘴咧唱尔，咱的心犹原无学到上帝。是咱的内在品格会当修炼、操练，互咱的外在有一种和蔼、和平、包容、赦免。所以咱会当对内底的心灵唱出对外口的所在，伫遐学到上帝。安尼叫做嘴唱，心也好来学到上帝。原来每一届伫做礼拜学到上帝的时阵，是对咱内在的使命，甲人有好好的关系，对圣神的感动，伫遐学到咱的上帝。也愿上帝听祝福赏赐伫咱的中间，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愿感谢你，将这么水的诗歌放伫阮人类的中间。用人的嘴来唱，用人的心灵来学到上帝，也用各种的乐器、诗弦、喇叭做伙来学到上帝。主愿感谢你，互阮成做一个基督徒。当阮嘴咧吟诗学到上帝的时阵，毋单单是阮的嘴咧学到，阮确信这是阮的心灵出自感恩。出伫真实伫主的面前，主愿你赐福阮每一届阮伫敬拜的时阵，通过这诗歌的学到，的确会当带来感动、安慰、鼓励，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中间。主愿你赐福阮，听阮的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